Fana ini kurang以前那个铁有没有？yang minum tapi itu mata ada semua， 那种你弄么11的啦。对，你看，老人都很聪明呢。用过啦。对呀。也做回了，有盖到头的是我丁丁嘛。丁丁。丁丁格拉嗨。丁丁格拉嗨哈。对对，丁丁格拉嗨。对。然后发后格拉嗨就不一样啦。哦，它有分嘛哈。有。发后格拉嗨那个是没有到头上。还也在还。对。有都盖到头，有的是到肩膀嘛，两种。对。披肩喊过来。还。披肩。真的哈，还不错了。像你们这个年代，你们就看不到的了。当然啦。那个时候的我还很小，都跟父母亲去工作。就有看。他们很爱带我去工作，所以我什么都会看。还好他们没有教我，他们的意思带我，并不是说传承。是哦。过去我很爱讲话，不是我爱讲话这样。然后又不会叫老人家背我走路。马拉鲁跟那个这样。我的阿嬷跟我妈妈，她说每一次带你去工作的时候，很爱讲话，然后老人家不会寂寞，啥？你一直讲话，在路上都一直讲话这样，然后又不会说，奶奶说我要背我啦，或是干什么都不会。老高真的是啥？所以他们很爱带我。这样子带我也很多帮助呢，让我能够认识很多人。野外植物。嗨，你看。你也会煮啊，你也会料理什么？就是因为老人家这样带，有时候我都用眼睛看他们做啊。烦啊，啥给啦？所以我们以后要煮野菜，也要给小孩子在旁边哦。也可以。要教他们。对，要教他们怎么。现在的孩子都用教了，像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哪里有教？没有。不用啊，我也会。用看的就好了。像那个丁丁只有11月到11月到12月，也有到1月了，可是1月已经蛮不得了。对，不好了，不耐了。像那个法后。法后的话，他那个，他也要1、2年呢，等他的长大。春天吗？你的擂台是？都不一定啦。随时它高了。随时高了就夏天，最好他夏天采，因为他要晒得很干。啊，对哦。对。他不要冬天，因为很干才可以做草席。对。把脏结了，它才好用，对。要晒很干。它随时都可以采，但最好你夏天做。夏天做比较好。你弄好了还要晒呢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到了个8了。对。它会那个。它还是要完整一点。对。它晒干不会断啦。它反而更耐用。要晒干一点。这个不会烂，对。所以要很晒干，一定要很干。像我们用过的草席有没有？你出太阳的时候，你一定拿出来晒一晒。对，就像沙发一样。对。怕它会潮，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都会有汗。夏天也要拿出来晒晒。就要晒一晒。看有没有虫对。小虫。常晒，因为比较会生虫，发后。是哦。对。洗咖喱是一样，榻榻米也是一样啊。榻榻米做也是发后啊。很细的发后骨榻榻米，对，都会生虫，所以对，有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拿出来晒。有霉菌。对，还那个不同啦，格拉海。丁丁也就不用晒。不用。它就。你戴的时候就脏了啊。看个人的喜好。对。可能以前的人发后很多，他就顺便有剪有短的，他就顺便做那个。搞了，他有时候不剪的，因为那个膝盖要6尺，有剪短的，很可惜。对。可不可以做那个垫子，像那个？也可以啊。垫东西。可是以前哪里会想到这个了？没有哈，没有那么精致。我们也没有那么精致的，我妈以前她也不会去用那些东西。有那个木头就摆在上面。没有需要。都没有需要，现在的话，很爱做装饰，很爱做能方便用的东西啥，你给他。变花瓶。对，现在以前没有啦。就想到了。都是实用的，要实用。要用到才有。对。那个季节都是在夏天啦。对。没有。法后是夏天了，冬天是。没有办法了。给它害了。冬天是芒草。芒草。
冬天才几次。冬天的话就是这样而已啊。这个时候，偶尔出太阳。对对。可是它的材料也只有冬天出来。先裁了，然后明年夏天戴。如果说你明年做的话，你现在先裁嘛。对对对。个钉钉啊，拿钉钉啊，你都裁绑起来放着，你什么时候做？随时去做，对啊。有出产的时候。对对，就赶快拿。备料。对。备料完了以后，随时都可以去做。也对了，所以很方便。你说你想啊，一定路吗？一定路吗？你采回来在家里有时间就做啊。要随意。那些材料工具都差不多。对对对。其他族群不会忙吼，额外。额外，只有阿妹煮。我发现的只有阿妹煮。就只有阿妹在。其他的煮还我爱拿了，其他的煮都没有在用。用那个牛皮，他们可能用那个山上的那个什么马路的皮的。啊，对呀，动物的皮啦，对，因为他们很会打猎，他也会想办法用动物的皮去用，对，比较耐。可能是这样。阿妹煮的就芦苇一下子就。因为阿妹煮是吃植物性的东西嘛，人家是动物的，那个弄到。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阿妹煮没有一个不吃，连蝌蚪都蛮爱。像我们以前在花莲的时候，我们同学说什么，阿妹煮只要房子有青苔有没有？哦，阿妹煮都会吃青苔上，阿妹煮这边做青苔可以刮一刮就做菜，也不会乱吃啊。那个阿妹煮，她除非是海边的才会拿，哪里有那个鲁班的可那就是开玩笑，因为阿美族。对，阿美族什么都乱吃。哪里有雨哦，马上那个阿美族很多人就把那个小清干干净净的都绝种了。好了，阿赖。嗨。翻来说。嗨。阿赖。嗨。也阿赖你们呐。对呀。要不然我也没有。